后来继续要来讲这个喷甲废油的问题，到底是要安怎来解决的？花莲县政府伫去年底发布着新政策，禁止用喷来饲猪，但是无配套的措施，加上为10月开始，小食店委托清除的油泡，都袂当阁送到中区粪扫掩埋场咯。若是要送到其他所在，成本会来增加。结果有袂少的餐厅是乱倒废油，甲袂少的下水道拢拆掉咧。民众是拜托着政府爱想办法解决。下水道水沟挂，清楚会当看到拢全油垢，若是看了冰白，还阁不受传出臭味，互附近的居民感觉真困扰。就是蚊虫会变得很多，然后主要是味道很臭。这款恐怖的景象出现伫国联一路一间民宿边啊，这垃圾味出现，恐惊甲花莲县政府伫去年底发布打喷禁饲猪的政策，却是无配套措施有关系。打喷无地气，加上10月开始，小食店委托清除油泡，都袂当搁再送到中区粪扫掩埋场。若是要继续运到其他的所在，成本会增加，因此袂少餐厅业者恐惊无愿意提高费用，委托清除，可能就会随便乱倒。厨余的部分哦，对我们来说是额外增加的业务，它的成本是绝对 double。面对问题，环保局强调，一般做好的打喷或者是拖饭，餐饮业者只要是16公斤以下做好油水分离，也是会使交予清洁队来处理。但是最近放营粪扫掩埋场嘛有新增加高效能的油水处理器，希望会当解决打喷的问题。不过，即马要面对的不只是这打喷的问题，因为花莲甲嘉南乡的粪扫原本拢是送往宜兰的，嘉南港的焚化厂。前一阵啊，煞拄着这焚化厂减收，加上最近佫减量收粪扫，因此这粪扫嘛造成放林粪扫掩埋场真大负担。看来花莲县的粪扫问题要安怎解决，嘛考验县府的处理能力。